甲机关用来收荔枝草籽菇仔2片以上，已经用甲真棒啊。不过今年荔枝连景的开是开甲真好，佮当着可花，互荔枝草籽菇仔有真好的成长环境。就学者呼吁民众讲，唔通因为无补助，就暂停荒地作业。 路边凊彩一段树尾，就会当找到20位草hen菇仔生卵的所在。即马当是荔枝临近开花的时间，佮加上无落雨，介适合草hen菇仔生团。那在这个比较干燥，又是面临到温度比较高的条件下，这个荔枝春象的族群变成遇到一个很理想生长发育跟繁殖的气候条件。 嘉义县荔枝林景建造面积大约有1600公顷左右，其中1400公顷已经有透过化学封治除药啊，另外嘛有使用生物封治甲收购软片，但是今年的数量确实比去年更较多。今年荔枝春象软片的收购数量，从2月22到3月15号，已经收了57万片了，所以是增加了现在3倍以上。 所以今年荔枝春象的那个危害情形，其实是有更严重。农民表示，路边一寡林景树因为无除药啊，拖了规丛拢是，即马补助佮取消，惊到无人会主动去封治。看会多多无，即马算8成，大家有无都有100个啊，啊，等厝里有无到地下看，当政府看会多多，都摕经费看落来救灾无。 学者甲政府单位嘛呼吁，草hen菇仔毋若是农业的病虫害，若是拖入去社区，嘛会造成真侪问题。希望民众莫因为无补助就暂停草hen菇仔的封治。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